4月初3，花莲大地震了后，一直有余震。昨暝还2:11，佫发生一届规模5.6的地震。地震的震度无大，也毋过地震中心讲，即届的地震毋是花莲大地震的余震，是无共款的震源，是独立的事件。 因为地震影响吊顶安尼轻轻的底下，伫个0403大地震了后，逐工差不多拢会出现即款的画面。今日透早，小连续发生4摆地震，瑞士规模伫3.9到5.6之间。由于透早2:11、12分，连续2摆规模5.6到5.5的地震，全台有感觉。上大的震度伫花莲3级，宜兰2级。这4摆地震甲0403的大地震讲无关系。距离比较远的时候。 这个 P 波 S 波拉开的拉开的时间就会变长，所以你会觉得摇晃的是，时间可能长一点点。专家讲，台北因为盆地地形，所以讲地震较有感觉。因为南回海盆离台湾较远，误差较大，所以讲宜兰捌去受到国家级的警报。也毋过，你看这个地质的破面图。 今日这4摆地震震源伫海上，离台湾较远，震央伫南澳海盆。0403大地震主要发生的所在，伫岭顶断然破碎带，震央位置甲声音拢无共款。04、03地震之后呢，全台湾的余震都集中在这个整个断层附近的余震带里面，别的地方地震反而变少了。刚刚海盆发生了之后呢？ 我们的余震应该会变少，应该会比较明显的变少。0403大地震了后，余震一再发生，到今日早起10点为止，已经有1200摆的地震。伫半年到1年内，这款情形有可能会继续发生，提醒乡亲要做好防范的准备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